阿哥姐們，你哋近呢幾年去食飯，有冇一種好強烈嘅感覺？價錢就一路咁加，但係份量就越縮越細，啲肉切到薄如紙，飯俾得兩口。最慘嘅係，連用料同埋煮出嚟嘅水準都出現咗斷崖式嘅下降。好多本地光顧咗幾十年嘅老街坊，食完一次又一次咁失望，慢慢都選擇轉台，寧願去食街坊茶餐廳，買兩架飯，索性一到假放就北上深圳消費。但最令人震撼嘅係，近期坊間竟然傳出呢間大家食咗幾十年嘅老牌快餐巨頭，竟然落大手筆狂裁近1000名員工。消息一出，真係令到成個香港嘅街坊都非常之震驚。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度拆解一下，到底點解呢間擁有半個世紀歷史嘅老牌快餐霸主，會一步步落到今日如斯田地。講起呢間快餐巨頭，點可以不提佢哋昔日嘅靈魂代表作焗豬扒飯。喺好多40-50歲、50-60歲街坊嘅回憶入面，以前嘅焗豬扒飯，塊豬扒係先經過蒸芯再香煎，肉厚多汁，咬落去滿滿都係肉香，再加上濃郁豐富嘅西紅柿汁，酸酸甜甜，極度開胃，仲有一大堆配菜，食完一餐可以飽足大半日，嗰種質素絕對對得住一哥呢個名號。但今時今日，我們看到嘅係逐步縮減，甚至徹底變質嘅流水線產物。為了追求極致嘅出餐速度同埋壓縮成本，很多靈魂工序都被省卻咗，冇咗以前慢火香煎嘅工序，直接影響嘅就係肉質同口感。近呢幾年，不少食客投訴塊豬扒由厚切變成了薄切，甚至食落口感粗糙，西紅柿汁越來越稀，好似混咗好多水，半碟嘅配菜越來越少，甚至有時得返幾粒孤零零嘅青豆同粟米。最令人難以接受嘅係份量縮水、質素下降嘅餐點，全部都跟着同一個甚至更貴嘅售價去賣。甚至有內部消息指，公司喺完全沒有名目嘅情況下，將很多原材料偷龍轉鳳，用平價嘅食材去取代以往優質嘅食材。喺百物騰貴、通脹加劇嘅今日，普羅大眾嘅人工增長本身就非常有限，生活成本已經壓到大家喘不過氣。呢間快餐店作為一間標榜平民快餐嘅食肆，本來就應該是與市民共度時間嘅避風港，但現在變相加價給市民嘅感覺，就好似被人欺騙咗咁。你拿着大幾十塊，甚至就快逼近100塊嘅價錢，換來嘅卻是一份食不飽、味道差嘅頹飯，性價比完全輸晒。很多網民喺社交平台大吐苦水，話現在食完好似沒食過一樣，一點都不值。當一個平民品牌連抵食呢個最基本的底線都守不住，這樣打下去肯定出事。為什麼一間咁大嘅上市公司會搞成咁？最深層嘅死因，也是壓死駱駝嘅第一根稻草，就是管理層太過着重短期利潤，目光如豆。大家要知道，呢間係一間上市公司。管理層每年每季都要向股東交出一份靚靚嘅業績報告。面對香港出名高昂嘅租金、節節上升嘅食材同人工成本，管理層不願意去壓縮自己嘅利潤空間，也不肯體恤員工同顧客嘅處境。他們選擇了最簡單粗暴嘅方法，向內開刀。有內部員工爆料，公司近呢幾年一直卡死分店嘅人工支出，嚴格規定人工成本不可以超過店鋪營業額嘅2成。為了保證老闆同股東嘅豐厚利潤，基層員工就慘遭地獄式壓榨。一個員工一日分分鐘要做10個鐘頭以上，長期處於超時超負荷嘅工作狀態，人工微薄，但做到好似一隻狗咁。試問有多少人捱得住？新人做咗一段時間，受不了就立即劈炮不嬲，導致長期人手嚴重不足。喺舊員工走咗，新人流失率極高嘅情況下，公司不但不打算用高薪或者好福利去聘請舊人手，反而倒行逆施，大手筆裁減舊有嘅資深員工。他們的如意算盤係縮減開支，用最少嘅人手去維持一間店鋪嘅日常運作。但飲食業係一門講求勞動力同心思嘅行業，店鋪人手不夠，廚房裏邊兵荒馬亂，煮出來嘅東西自然就是粗製濫造。飯菜未熟透或者攤到涼咗就出餐，樓面人手不夠，執桌慢，衛生環境變差，員工做到個人粗暴，對客服務態度自然極有限，顧客嘅用餐體驗越來越差，光顧嘅人就越來越少。生意少了，公司為了保住利潤，又再進一步減少人手，縮減食材，就這樣陷入了一個無法自拔嘅惡性循環。第二個致命死因就是徹底低估了市場環境嘅轉變，錯判形勢。近呢幾年，香港人北上消費已經由一種短暫嘅熱潮，演變成了每個週末嘅生活常態。為什麼？因為性價比實在差太遠啦。
當你在香港要忍受着逼夾嘅座位、污糟嘅台面、一般般嘅服務，還要給60-70塊食一碟縮水快餐嘅時候，你只要搭1個小時車上深圳，同樣的價錢，甚至更便宜嘅價錢，你已經可以在一間裝修漂亮的餐廳享受到大魚大肉、份量充足而且服務態度極佳嘅一餐。內地的餐飲業競爭極度內卷，無論是食材嘅大方程度、菜式的創新，還是對顧客嘅服務體驗，都是落足重本。相比之下，香港本地快餐店以往那種獨市生意，我煮咩你就食咩嘅傲慢經營模式，喺這個大環境下劣勢表露無遺。以前交通沒那麼方便，香港人沒得選，幾間快餐集團壟斷了市場，市民唯有被逼着食。但現在交通四通八達，1小時生活圈成熟，消費者懂着用腳投票。同時，香港本地嘅平價茶餐廳、兩艇飯店也都越開越多，競爭異常激烈。公司不單止不跟着市場步伐去調整，去提升自身競爭力，反而不退反進，不斷地縮減成本，結果可想而知。他們的核心客戶群被北上嘅餐飲業同本地其他高性價比食肆瘋狂搶奪，生意持續下滑。有數據指出，其半年利潤曾經出現大幅下跌，連自己嘅大本營都失守。單靠節流又怎可能長遠地開闢新路呢？第3個死因就是前線人手流失導致的出品失控。一間餐廳好不好食，最關鍵嘅不是冷冰冰嘅標準作業程序，而是有經驗嘅廚師同店員。公司為了省錢，裁走或者逼走了大量做了10幾年、20幾年嘅資深老員工。大家不要小看這群老臣子，一個有經驗嘅大廚，他才知道街坊嘅口味係點，他懂得怎樣控制火候，知道怎樣將大鑊飯煮得好吃。現在換了新員工，流動性又大，做幾個月就走。新人缺乏足夠的培訓，對煮食完全沒有熱誠，純粹係當一份打雜工來做，求求其其煮熟就算。而且喺人手極度不足之下，根本兼顧不了食物嘅溫度同質素。有時候食客拿到手嘅餐點，肉係冷的，飯係硬的，汁係隨便淋上去的。公司長期縮減人工，不願意請足人手，繁忙時間排隊排到大排長龍，買完票又要等許久都等不到餐，食客嘅心理體驗一次又一次感受打擊，一次又一次嘅失望累積下來，大家自然就不想再光顧。快餐業嘅核心係快同標準化的好味，但現在連這兩樣都做不到。老牌快餐就是因為這種冷漠嘅管理，逐步脫離了年輕人嘅視線，也徹底傷透了一幫老街坊嘅心。面對這種腹背受敵、陷入惡性循環嘅困境，集團管理層嘅應對方法係什麼呢？竟然不是想辦法改善本地食物質素，而是簡單粗暴地裁員，關閉香港生意一般般嘅舊店小店，去縮減租金開支，然後將發展嘅重心大舉搬去內地大灣區，喺那邊大量開鋪。管理層似乎覺得香港市場已經飽和，成本太高，不如去內地賺真銀。但他們似乎忘記了一個最根本的事實，香港才是這個品牌嘅家，係佢嘅根。這個招牌之所以有價值，係因為背後有香港50幾年嘅本土文化同街坊情懷撐住。一旦本土嘅街坊全部都對你死心失望，你這個金漆招牌嘅根基就會徹底鬆動。去到內地市場，面對着更加強大、更加懂得迎合消費者嘅內地餐飲巨頭，一個喺香港本土都搞不定自己口碑嘅品牌，又有多大嘅勝算呢？很多香港嘅老友記同街坊看到今天這個局面，心裏面都會覺得好唏噓。真是希望高高喺上嘅管理層可以真正落鋪看看，聽下本地市民嘅真實聲音，看看自己當年創業嘅初心去了哪裏。